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37个本土病例，各有2个人是致病死亡。前5月份到今确定病例内底已经有超过1万人解除隔离。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复原的人只要是摕到解除隔离的单啊，就会使当作是体检阴性的证明，出入就袂使共刁难。若各界关心7月12敢有法度解除封锁，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爱阁看卖，若是要就爱全国统一。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有确定，指挥中心公布，初时新增加37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18例上多，搁再来是新北市11例，桃园市甲彰化县各3例，宜兰县2例，另外也新增加2例死亡的个案。在周边的筛检那阳性率阳性的个案并没有暴增的情况，要继续观察有没有潜伏的一些没有症状的个案。目前我们可以讲就是说没有失控。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对5月11到7月12总计公布13712名确诊个案内底，已经有10868人解除隔离。解除隔离人数达到确诊人数79.3%。因过即阵确实有解除隔离的人面临好去了后，登记住的所在安养就医、工作所在防拒做这问题。亲像必须要提出检验的阴性证明，也是证明伊的CT带偌济才能登去。指挥中心讲，即要康复的人提出解除隔离单，就使当作是阴性的证明，业主不用刁难。卫生局会在他解除隔离的时候，会由这个县市政府来开立这个叫做法定传染病解除隔离治疗通知书，这上面都有很清楚的说明他的一些权利义务，也有他的名字跟诊断医师等等这些的资料，所以他持这个解除隔离治疗通知书就可以作为他的所谓大家外界所俗称的叫康复证明书。另外，为了防范变种的病毒，7月初开始，入境的人伫完成特殊检疫进程，一律要进行3摆的采检。为了因应旅客伤多时阵，现有5个深喉喙内的检查点，这礼拜搁再增加8个到13个，而且的这个表也会简单化。今天的上午，因为有比较多的这个欧美航班回来，那第一航厦的部分，我们一样是配置3名护理师跟4名的协勤人员，但是在第2航厦，我们就增加到10名护理师跟7名的协勤人员，所以我们就会每一天其实都会先看隔天来去做预置需要的人力。另外，台北市3大批发市场发生新冠肺炎互相烧的事件，互外界关心是不是影响到7月12的未解封。但是中表示，是不是要降级，有关看疫情的控制，整体方向也是以全国一致为主。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第7类注意风险的对象，拢是以职业分较济，包括双北、基隆、桃园的外送员、客运车司机拢在内。严格说，甲台北市的公车司机、载运工作人员闹交去。台北市长关文铁昨昏就明讲，中央开第7类等于是有8个国家特权预防社，伊无赞成这款插队的方式。若昨暗，台北市的副市长蔡炳坤是随宣布讲，台北捷运第1线的工作人员头一批有500个人，伫今仔日就会使开始注射。第3级警戒期间，台北捷运又完承担双北风险地区重要的交通运输。台北市政府考虑到实际需求，随时限宣布8节第1线工作人员优先注入放射。最5日到安排站务人员、清洁员、行车人员500多人，到新光边注意表。北捷总共我看他们造册总共有1万多。那当然，它有1线的跟第2线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尊重。我们有告诉北捷这边按照他们这个风险的等级。不过，伫咧初4日到，台北市长关文铁拄则批评讲，第7类民众无应该注疫苗，这是国家家己伫咧制造特权疫苗。暗时，副市长蔡炳坤就宣布，要兼顾全面性加各类人员的需求，所以规划要做的又按照议程做，双方的讲法无同，引起争议。那个第7类，你知道吗？这是在自己国家制造特权疫苗。我个人不是很赞成，因为实在是造他们每天的困扰。我每天都要被人家关收，你知道吗？也不要关收来请托了，就说这个捷运站这站务人员要先打。也许照年龄排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市长讲的没有错，只要兼顾全面性，又也要面对各类的这些专业人员市长讲的是一件事实，但是我们该做的还是做。
那像明天开始，有很多类型我们都开始做安排了。对于乘客甲北捷员工来讲，会当自由放射是好消息。因过蔡宾君讲，爱疫苗的数量有够，也要看医疗院所的量能，才能照命制优先顺序分流来做。希望中央赶紧办疫苗，和更加侪捷运抑个公车相关人员优先自由放射，市府会看防疫的需求，慢慢扩大自卫对象。记者综合报道。再会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南风的影响，水汽会继续增加。西北部同款是高温烧热，咱来看温度。今日受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阵雨，也是雷公雨，雨势会愈暗愈明显，有机会会落局部大雨。伫东北部、东部，抑佫有南部的山区，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伫其他所在是过道了后有西北雨。今日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西南部沿海会透强阵雨毛长影。今日要落雨时，各地就是高温烧热的天气。中岛左右、花莲唱歌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湘北、台南、高雄甲屏东，抑佫有宜兰是黄色的高温灯号。另外，这两天嘛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会通过巴士海峡，无排除会形成今年第6号的风台烟花。若是变风台，就会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自初五开始，伫咧台湾东南边外海热带性低气压，会互花东甲恒春地区有短暂阵雨。自初五暗开始，一直到初六，花东甲恒春半岛雨拢无停，而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沿海地区要注意有长影。礼拜一、礼拜二将会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通过台湾南方的海域，那对花东、恒春会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在东南部、基隆北海岸还有南部沿岸可能会有强风，还有长浪的现象。因为热带性低气压伫咧通过过程中，对北部加中部影响较细。伫初五、初六，中部抑个北部依然是热天的天气形态，过头了有西北风。气象局无排除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乘做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有机会发布海上警报。以路径上来看，明天跟后天会逐渐的通过巴士海峡，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会是这个低压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只是说强度的发展上面，我们目前在预测上。它有可能是以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排除变成台风的方式，再通过我们的台湾南方的海域。预计初五、初六这段期间，台湾受到影响上明显。自初7开始，得到热带性低气压慢慢向华南沿岸刷震动，离开台湾。所以，除了东部甲恒春半岛有落一个停一个短暂阵雨以外，全台湾的天气又会恢复热天烧热的天气形态。记者综合报道。咱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个早报重点，咱来看自由时报。苗栗县有9位议员发出联合声明，提出6项防疫欠点，这个苗栗个卫生局长失职，要求县长该换掉。结果参与联署的3个议员拢有受到恐吓，爱因唔通摇摆。苗栗个警方伫昨昏掠到涉嫌恐吓的人，是一个67岁社区的吴先生。根据了解，这个屈先生是卫生局长的细节啊，已经向医生发办，尾也是以5万块交保。来看联合报，中国网络 APP 叫车的大公司滴滴 APP， 昨昏互中国以违反收集个人的资料，向要求 APP 爱摕落来。这间公司是表示讲，因会遵守中国官方的要求，改好了后定推出新的。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公布2019年综合所得税报税业统计资料，若是甲所得分做20份页来看，上暗尾5%的平均所得，今年是敢若赚3万9，平均上悬的前5%，平均一年是赚超过507万，前差130倍。来关心台北市的虎林街永春市场，从6月初1以来，计共有30个人确诊。台北市政府即马是启动虎林专案，但过在地人是认为讲，这个所在有8例，毋过敢若有3300个人可去做采检，实在是伤少啊。市府表示，想要做的人，市府拢未拒绝，会另外开新的时段。测试透早永吉国小临时体检站有居民甲打伤去体检，台北市长郭文天点名虎林街永春市场有一区测试紧急启动虎林专案，8例甲市场自治会做测体检 PCR。
一定会担心，家有小朋友一定会担心啊。因为现在都没人啊，对，所以来普筛一下，看有没有确诊还是怎样。太慢了啊，大家人心惶惶。8里3万外的里民率指造册体检3300人，引起居民怨叹体检量无够。台北市府宣布，每一个里现业400人，爱家己敲电话到里办公室报名，无报名，家能等到测试暗时6点半以后，到现场排队或者是摕号码牌啊，引起群组记录。昨天就忙到7点截止，然后又追弄到送出去，午餐晚餐到半夜回去才吃。台北市府强调，因为6月中确诊人数明显增加，只会将虎林街永春市场当作一区。目前来看，无亲像是社区群组，较亲像是个别的家户传染。要筛检的话，我们都不会拒绝，像有登记的部分优先处理，那没有的部分我们会另外再开时段。那明天会继续在现场做，然后今天会发号码牌。那真的不行，我们会引到忠孝院区来做相关的采检。台北市府解释，虎林专案不是凊彩做，台北市府绝对无要做一条无要酷烈。虎林专案了后，市府为每礼拜确诊案例来分析，发现中正区这礼拜确诊数量比顶礼拜较济，下礼拜会比较虎林街模式，伫中正区做社区普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8万例，死亡人数有39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是15030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8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8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92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4万例。为着鼓励民众去注意风险，真侪国家是有报想甲无报，用高正的、用威胁的、用好处来成的拢有。东南亚有一寡国家针对庄卡所在，就推出好康，讲你来注意风险，就送鸡、送牛，无就送米。若欧美国家是免钱请你食好料的。俄罗斯上威胁的，讲无做的人会无头路。若菲律宾更较凶，讲无要做，就直接掠去关。伫咧偏远的乡村，即马正好康，卫生人员告诉的铁离子有风险，组一当下抑阁送你一只鸡，互印尼西爪哇省抑阁伫咧调度的是大人愿意做。泰国北部的清迈府，即马是逐礼拜拢抽一只牛的活动，互来登记做风险的人增加5成。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外围的佐卡铁村，每礼拜抽20个人，会当摕到20公斤的白米，也吸引真侪人来做。Okay lang naman, at least makakatulong din sa atin. Kasi since pandemic, most of us walang trabaho. 除了有好处奖励叫你来做，嘛有较凶的。菲律宾1亿1000万人口，只个若210万人完全自费，民调显示2/3的人无愿意做。讲话拢无伫咧插别人安怎想的总统杜特地就威胁讲，无爱做的人拢总抓起来，也阁要甲因做拄伫咧用的太糖药啊，以为菌素。Sabi ko sa inyo, yung silda dyan sa mga pulis, walang linis yan. Tamad yung pulis maglinis. Nandoon ng lahat na ng baho nandoon. Napakamali yan. Labag sa karapatan pantao yun. 俄罗斯也因为del塔变种病毒入侵，市长下令自2月开始，只有做过有风险，或者是有法度提出已经感染治疗好势，或者是体检阴性证明的人，才能入去酒吧甲餐厅消费。克林姆林宫要求服务业的员工，伫7月15之前爱做过第1期有风险，若无会无头路。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яю, реальность такова, что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я, она неминуемо наступит. Люди без иммунитета, люди без прививки не смогут работать на всех участках. Я вообще прививку считаю бредом. Вот так честно. 虽然俄罗斯已经批准4种国产疫苗，但我民众一直拢无信心。上升上市的史普尼克疫苗，去年只个拿做2期临床实验就摕到紧急授权。民调显示无想要做的人有到6成，全国1亿4000多万人，只个拿1成半做过1期。离秋天之前6成的人自过目标抑阁差真远。另外一个因经济抢大的是巴基斯坦，政府规定所有公民营机构的劳工拢要伫咧6月底进前做。
地方政府对外事的人有扣留薪资、无法驾照、手机断线、拉大人未能去北部山区摒输旅游等处罚。西方的富裕国家是较少用强制性的做法，一般拢用创意回馈来吸引人资有方式。像荷兰会送热天的国民美食是吃鲱鱼，美国缅因州会发钓鱼加拍蜡的执照，华盛顿州是送大麻粉。另外，也有智慧有方式才能参加演唱会，餐厅会送美女这寡活动，拢较有吸引力。用奖励也是处罚，都一种较有效，再人看。公司新闻施惠两边去。来关心美国佛州公务大楼顶个月24放弃疙瘩，有找到24个罹难者，目前还有121个人失踪。因为当地有风台瓦紧啊，所以当地政府打算要先拆厝。拆厝的工人已经在替救难是开出更加大的找找空间。另外，因为有一寡结构嘛，强要制作袂掉，加上风台要来啊，福州的州长是表示讲，规栋大楼已经强要放弃啊，拆厝嘛是为着搜救人员的安全。另外，伫南佛罗里达嘛发现一栋3层楼啊悬的厝要倒，消防人员已经呼吁民众赶紧离开。菲律宾伫初四发生军机摔落来意外，目前已经知影上无有45个人死亡，有几20个人受伤。军方是表示，飞行机顶大部分拢是在度假训练结束的阿兵哥。这台 C-130运输机被发现的时阵，这架纯尾流，飞机顶96个人，有超过一半人受伤送病院。死亡名单内面包括3位在地民众。Per eyewitnesses, a number of soldiers were seen jumping out of the aircraft before it hit the ground, sparing them from the explosion caused by the crash. The plane was transporting troops from the city of Cagayan de Oro for deployment in Sulu province. It was heading for Jolo City Airport, but appears to have missed and crashed in the vicinity of Bangkal village nearby. The Jolo runway is shorter than most in the country,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pilots to adjust if they miss the landing spot. 官员讲无恐怖攻击的行动，但搜救行动结束，会针对失事原因开始调查。发现者报道讲，飞机顶大部分的人员拢是最近拄才完成基础训练结业。这台运输机本来是伫咧美国空军服役，是今年1月美国政府透过国防安全合作计划，送予菲律宾2台运输机其中的一台。根据飞行安全网的资料，出代志这台是1988年开始伫美国空军服役。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地中海东部的岛国塞浦路斯发生火烧山，上无有4个人死亡，侪栋面体受损害。真侪国家拢已经派飞行机去斗救。来关心今年84岁的高中方志哥，真正是因为胃肠的疾病去大院，今仔日伊要手术，这是因2013年选调高中以来头一摆去大院。来关心大型的货轮中苏号，今年3月份调伫苏伊士运河，即马日本的船头家甲苏伊士运河的管理局已经达成和解啊，7月初7船就会当驶走啊。来关心欧美国家豆豆在解除封锁，全世界经济嘛开始在恢复。咱台湾虽然受本土疫情影响，观光业、服务业是大受影响，也毋过制造业外销是无受影响。专家即马表示，若是国际上会当甲Delta变种病毒控制好势，安尼咱制造业的发展会当期待。台湾3个境界各外国餐饮、观光等等内需市场受到真大的冲击，不过伫咧制造业这部分无受到伤大影响。根据台经院上新的公布，5月份整体制造业景气这部分比4月份减0.82分，来到17.71分，是景气有起来的黄红灯。大部分我们看到电子跟工具机的部分还是在交期的拉长，忧心疫情跟国际的封锁。那其他原物料的部分呢，受到一些金融市场的因素，或是之前价格涨太多，有一些回档，呈现观望。专家表示，国内虽然出现电子厂集体烧坏，不过厂区分流加强防疫，无造成大规模停工，对出口甲生产影响有限。也若以外销为主的纺织业，顶半年因为原物料欠货也起价，交货状况较艰难。不过业者表示，第3季甲第4季拢真乐观。去年10月份吧，订单就开始回笼，接下来欧洲跟美国市场上逐渐在复苏，在解封。所以订单只会增大，所以今年第3季看起来会比第2季还要好。然而，资讯及通信产业
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的商业活动订单以及未来6个月展望，虽然在5月份都大跌转为紧缩，为6月份就马上弹升了10个百分点，转为扩张。即阵变种病毒又伫咧各国伫咧传，加上美中关系发展无确定因素，可能影响制造业的表现。后半年疫情敢有法度有效控制，也需要继续关注。记者民警李福凯台北报道。再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37例，咱台湾的本土病例目前计共13793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本土病例超过4000例以上的所在，包括新北市是6573例，台北市是4583例，超过100例以上的县市，桃园有710例，苗栗545例，嘉南306例，彰化267例，伫台中是199例，新竹县107例。另外，昨昏嘛新增加2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030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3793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来关心台北市三大批发市场传出群聚感染，疫情指挥中心甲台北市政府即马有去设前进指挥所，要加强体检。指挥官陈市长是表示讲，目前三大市场体检已经超过11000人，有229个人确诊，其中伫环南市场有101个，占一半。台北市长郭文铁是宣布讲，对今日开始，要替台北市的传统市场的贩仔开始注意封城，按算要注18888个人。总共的确诊的案例数是96案。第二市长是23案，环南市长的确诊数是110案。台北市的环南市场甲北龙第一、第二市场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指挥中心公布上新体检甲确诊人数。第一市场体检5000多人，96人阳性确诊；第二市场体检2000多人，23人确诊；环南市场体检3000多人，阳性个案较侪，总共是110人。目前三市场总共有219个确诊。在外围的筛检呢，是比想象中要来得好，相对没有那么多，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阳性的个案并没有暴增的情况，那研判整个的一个是在一个比较可以控制的范围。目前我们可以讲，就是说没有失控。指挥官陈市长强调，目前疫情无失控，不过还是要继续做采检。在病毒潜伏期间，尽量找出无症状的个案，为防堵市场群聚疫情继续滚加。台北市长郭文铁也表示，为初5开始进行市场打枪的注疫苗专案，有18880人会注疫苗。7月5号到7月11号，我们要把台北市的这些传统市场，你知道，能够打疫苗先打1轮，预计要打18880名了那我们会跟中央商量看看这个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一些疫苗。就算不够的话，你知道，我们要挪动我们台北市的疫苗先去处理这一些重症乱发区优先，因为以前发生过呢，表示这个地方是比较危险的。另外，团市场的防疫规范，下礼拜会强制规定，比如喙安面罩爱挂，手笼部分爱个讨论。郭文铁表示，也甲中央达成共识，包含打伤因为防疫无应急的补偿机制，有个性提出环南市场停市3天的补偿办法，先建立一套规范，未来中央应用来当作范本。记者综合报道。若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11例。邦桥的中庆市场，还有树林的博爱街市场，拢有传出确定病例，所以拢爱休困3天。因为病例数看起来是有在降，疫情有转好，真侪人全走出来佚佗。新北市政府去平溪甲八里溪早，拢发现有民众无挂喙安，拢互开罚单。7个人伫新北市花桥水墙省水，拢无挂喙安。巡逻警察看到向前看到，游客看到警察甲区公所人员出现，拢赶紧挂喙安应该说，出外时阵有挂喙安，只有省水时阵摕落来。警方认为已经违反规定，向卫生机关处罚。在灰窑瀑布发现民众戏水没有戴口罩，针对违规民众，将依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移请卫生机关裁处。
新北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因应3级的风气，关真侪景点花游水墙出入口也关起来。警察巡逻所发现有民众违规无拔挂喙罨，另外警方伫新北市8里做法也开出17张的罚单。请把口罩戴好。虽然真侪人拢挂喙罨，毋过也是有人伫老街买点心，就坐伫路边食，违反规定。北里区公所表示，最近观察到造访游客回流，各有家己未解封的现象，甚至有人往哪行往哪食，呼吁民众爱遵守规范，唔当食做防疫空胖。新北市礼拜日增加11例确诊个案，邦桥区3人上济，市府证实邦桥中庆市场有1人确诊，树林破爱街市场有1个住伫台北的他乡也确诊，相关区域关起来个消毒。板桥琼庆市场这个个案，因为有确诊，以及华南市场这个个案虽然是台北市，但是到这个博爱街市场有工作的地点关系，所以为了防疫起见，在今天特别启动板桥重庆市场以及博爱街市场，从7月4号到6号休市3天，就近快筛。为阻断市场甲夜市的运行传染链，新北市府为初5开始安排新北市168个市场甲夜市200名打商做测做疫苗，也呼吁打商接到通知了后，爱准时去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屏东标出 Delta 变种病毒的群组感染，屏东的邦山甲邦寮有针对上万人做体检，加在14163个人 PCR 全部拢阴性。不过当地人也是真惊吓，无啥敢出门，嘛唔敢开门做生意。解封第4天的邦山，街路冷冷清清，一点仔都无就我闹热的无休。6月之前停止商业活动4天的凤港、善义两村，虽然村民已经完成体检、做完疫苗，村庄也伫初1解封了，不过大家也是唔敢出门，除了烦恼病毒，也烦恼个人的眼光。阮出征也是安怎？惊到大人，大家拢会惊。会惊吓？哦。所以讲，盖这出征。旅游写一天说，要注意香港的人来恒春买东西、访寮买东西，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太靠近哦。超商的门口口打广告讲7月初9才开始营业，明明解封啊，真侪店头也是自主延长停业。就算有开的店家，加做当地村民买物件维持生活所在。从来无超市啊，内底无超市啊，我内底无超市，跟那红港跟那这间超市呢。封锁了都不能出来啊，里面没得吃啊。哦。有青菜、罐头。哦。我们村庄还没有开始，没有人再出来卖。屏东因为邦山邦寮爆发 Delta 病毒群组感染，启动万人大体检筛选案采检，14163人 PCR 全是阴性，意思是邦山邦寮之间传染关键的邦寮病院依然继续停诊清消当中。按算了后会分阶段开放急诊甲门诊，不过县府表示目前还未接到指挥中心通知什么时阵复诊。记者综合报道。一般送家属的工人拢会入去民众的厝内换家属，家己即马就有业者毋茫讲会当替送家属的人嘛会使代替，先争取注意放下。家属工会嘛向中央发声，希望会当替工作人员争取移放下。在疫情期间，为配送家属进前，拢要先用酒精消毒，才当出发。无论是送去店的，或者是零体，这寡家属拢是由配送员亲自送到定点，而且一个会替人客装测试。这么疫情真严重，真侪民众担心这种服务敢会变做防疫的冷棒。消毒啦，量体温啦，吼，我嘛是惊伊对别位来，我嘛是惊，就是阮的实名制。若是民众业者会担心，家属行业者也真惊，只好先将家己的防疫消毒做好。因为若是有人叫家属一定爱送，而且一天可能要走几多10个所在。阮去人客到，可能到3-5分钟我们就离开了。但是如果说伊若拄到伊的路具有问题，阮搁伫遐留到1到10分钟的时候，这个时间那个风险又增加了。身为感染疫情高风险族群的家属配送员，这么是无被列入优先事务风险的名单，因此一化记者工会向中央发话，希望会当替因申诉。若无，只好是串联各县市的工会，自7月中了就暂时停送家属。民众若是需要家属，只好家己去家属行来提。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市的南区金华社区，自民国84年成立社区的巡守队，即马拄着疫情，佮自主成立防疫志工队，会定期去社区来消毒，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要降低社区烧坏风险。国内本土疫情滚价，各地头也拢出现确诊病例。台南市南区的金华里，民国84年成立社区巡守队，维护治安。即马为着社区的环境，里长关坤成伫疫情进入第2级警戒了后，佮成立防疫志工队。新冠肺炎进入二期阮就已经开始规划社区的这个环境的整顿。每一个礼拜阮就找时间就去做这个消毒的工作。金华里的社区志工队已经成立20多冬啊！伫过去SARS 期间，甲天狗热的时阵，也拢尽心为社区防疫。即马拄等新冠肺炎，志工队逐礼拜加强社区消毒，防止病毒伫社区传染。我为SARS的时间就开始咧做这啊，国家有难，咱就是全体里面、全体市民爱共同来，把这行为做好势，互这个疫情提早会当结束。这是咱全面的福报。大家爱共同拍拼，无分哪里。伫这新冠肺炎发生了后，阮迄个里长有去买药啊，买药来泡阮就去替里面来消毒喷药啊。志工队认真维护社区的环境，甚至把里面的健康当作家己的责任，希望会当消灭病毒，和疫情量早转好。里长也提醒民众，定着爱做好防疫，社区要提供免费的消毒水通使用，做伙来对抗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早期农民咧种植，因为欠缺病虫害相关的知识，拢会大量来除农药。不过农药毋是啥物好物件，所以岛南农会即马有请食物医生用科学角度来解决病虫害，嘛要农民减用农药。柑仔类算是伫较寒的地区会发较好的水果，所以伫咱台湾变若够热人，柑仔就真够晒着上大补起，而且若压着好。皮嘛会当污点，影响着销路。即马就是雨水来啊吼，较会着这溃疡这啊，过来就是转这个防晒这个钙粉，预防晒伤啊，无就晒伤就会这就会没有汤了。溃疡就是伊落去粒仔的时阵，伊就会一点一点，这样卖相就不好。为着解决农民的疑难杂症，云林岛南的农会提供专业的食物医生服务。食物医生用科学的角度来建议农民处理的方式。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下雨的话，是很容易滋生一些菌相关的一些疾病。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以在确定预测说未来这几天不会下雨的话，可以先喷洒一些就是杀菌剂的部分。植物医生的导入，因为本身有农业专区，我们希望能够导入一些安全用药，然后以及精准用药，让农友在生产安全的农产品，让消费者能够安心使用。食物医生的工作，不单单是甲农民斗解决问题，更较希望会当改变农民用农药的观念。未来，佫按算要成立食物诊疗室，让农民会当精准掠到用药的量，让消费者嘛食甲佫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若苦瓜会当退火降血糖是好物件，不过即马拢是小家庭，一条苦瓜煮落去食袂起，所以有农民就改良出较细条的苦瓜，甘苦苦，或者胖果苦瓜。大喙甲加落去，细个条的苦瓜，搁脆搁口感。这毋是营养不良的苦瓜，是森林西里的农民利用山苦瓜甲白玉苦瓜。用心改良出来的捧哥苦瓜，现在小家庭蛮多的，所以说鉴于市面上白玉苦瓜一般都是很大条，那如果给小家庭食用，可能会好几天才吃得完。结合原生种的山苦瓜，然后把它研发成苹果苦瓜的样子，它还蛮适合小家庭一餐的食用。捧哥苦瓜那大细条，真适合即马愈来愈普遍的小家庭。袂过一条煮落，糖甲无营养啊，又搁食袂了。而且佫无像山苦瓜遐尔啊苦，惊苦的囡仔人嘛有法度食。夏天的时候，我们直接把它拿来生吃，或者是做料理，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食材。除了改良出细条佮口感的捧哥苦瓜，农民嘛开发出苦瓜茶等等的保健食品，希望会当互愈侪人食到苦瓜的好，嘛会当愈方便吸收到苦瓜的营养成分。记者综合报道。
读到5月份到7月份是森林古溪绿植笋的产季，只要有雨水，天气稍热，植笋就会发芽真好。不过今年因为咱进前有欠水，所以农民敢来当靠水质来压土，所以今年绿植笋的产量有减，大约是减3成。规拢大块啊，伤大嘛唔发啦。只要水有够，稻草较无少，发的植笋就会白色色。不过今年欠水可看，原本应该压淡的发笋堆，即马是连一点甘水都无。森林古溪的植笋歹收成，尤其是乌卡绿啊是愈凄惨，并往年的产量减了有3成。雨后春笋，你就想春天开始没有雨水的话怎么办？产量大概减少多少？减少1/3有。没有水源的，没有地方，没有水井的更惨。4、5、6这是咱的算法，但是今年这个同期这个产量真明显降低超了3成。主要原因就是讲，这个咱今年确实抗旱啊，较真欠水。欠水严重，连产期烧伤的麻植笋和绿植笋全部拢欠收。比较起来，高溪乡的乌卡绿啊，因为产销漂头到悲观，电脑计效稳定，无庆元价，也无排斥。目前笋农只通靠井水网压，望讲植笋会当紧发，加减拼一寡产量。除了乌卡绿以外，这个讲麻植啊，这个绿植啊，目前拢还无产量。所以这个咱乌卡绿的价格，目前虽然无真好计效，但是咱办理因为产销比例，所以价格还算平稳。抗旱是今年笋农的共同目标，不过上主要是希望气候会当赶紧回稳，农民的日子才会较好过，民众才有机会搁食到好品质的笋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中央已经开放有心的负责人会当大声注意风险。妇产科医生就表示讲，有心的人抵抗力较无好，有通住就要赶紧去做。中央疫情指挥中心6月2日宣布，有新的负责人列入新冠肺炎预防针第6类的优先注射名单。20日开始，各县市陆续注射，但有民众6月中拄生囝，政府才来宣布失去优先名单的资格。本来有优先权啊，生了都常常就变咱最后一类。爸爸妈妈嘛是爱出门嘛，生儿伫1个月来70，其实迄风险嘛拢足大的。我是感觉你生了嘛是爱有迄资格来。虽然有家长希望厝内有3个月来幼婴会当列入优先注射名单，但也有民众因为厝内是大烦恼，想要住嘛唔敢去。其实我想要住呢，也毋过阮厝内底是大，因就惊讲会住迄有副作用，就我想会讲副作用真严重，可能会死亡。报道伤恐怖啊！看的人会惊安尼。妇产科医师表示，其实国外有案例证实，有心人若患着新冠肺炎，病毒会传染给胎儿。以色列发生2件，一个25周，一个36周，囡仔好势，但是伊着新冠肺炎，结果囡仔死去。但以色列伊甲这囡仔胎盘去检查，规拢是冠状病毒，所以你注疫苗，伊注了伊的乳汁15天就有抗体。如果说怀孕当中以输了伊的脐带血，就可以测得到它的抗体。蔡洪波嘛讲，有心人的抵抗力本地就较歹，若得到新冠肺炎，蔡讲参用呼吸器的比例比一般人加2.9倍，带加护病房的几率加3倍，死亡率增加1.7倍。若经过医师评估无问题，建议有心人也是量早去注射。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镜头来嘉义市天文教育联盟甲嘉义县的科学教育中心，和嘉义的国校啊，和电台做伙制作广播节目《天文 No Idea》，计共有做34集，从今仔日7月15要开始放送。农夫不用历经电，雨水连绵是风连。老师甲学生照顾念录音。嘉义天文教育联盟甲南潭国小为了要互学生甲家长伫咧休热这段期间学到天文的知识，制作天文放送节目。雨水连绵是风连，农夫不用历经电。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雨水当天下雨的话，今年农夫的收成就会很好。也希望利用这个广播节目呢的多元化的设计，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对天文有无限的想象，也启发他们的好奇心。
一日1點鐘，農總有6個單元，唔但有豐富的天文知識，也有24節氣、台灣俗語加英語的內容。自7月初5一直到10月26，拜一加拜二中晝12點，佇電台加網絡播出。錄之前要先試好幾次。那大概都要試幾次？3、4次。可以在 FB 以及這個 YouTube， 還有 Podcast 相關的這些管道來做收聽。那雲嘉南地區的民眾們呢，可以透過電台的一個收聽，來收聽這個天文 No Idea 的節目。為了要鼓勵民眾收聽，節目內面也有種徵答，希望在疫情加休熱這段期間，增加親子的生活自然的話題，也當學到天文的知識。記者綜合報導。來看近幾年上新的技術，甲局會提來提煉，發現會使治療大腎，效果甲美國仙丹並共，而且佫無美國仙丹的副作用。甲局會倒入去專用的機器內底，提煉出藥用成分，用技術甲純度提懸72倍。隨天氣變化，真濟人攏有大腎的困擾。毋過一般治療大腎的藥啊，攏摻有美國仙丹，嘛就是類固醇，不適合長期使用。整個栽種的過程，以及它的料源的掌控性，以及它的功效之後，我們認為其實以菊花的這一個素材來開發這一個乾癬藥物是非常適合，所以我們特別嚴選台灣在地可以生產、可以控制、可以製作的藥材。剛才伊講，全世界有2%到3%的人有大腎的問題，但是當伊用有美國仙丹成分的藥啊，會造成着急、困袂去，甚至免疫系統變歹的狀況。目前這項技術已經通過衛福部的審查，相信免偌久的時間，就會使造福大腎病患。因為類固醇在長期使用上，對我們人體的那些副作用是蠻大的。那我們這次能夠用植物性的非類固醇的來治療乾癬，對一些長期病患來講，事實上是一個很好的研究的一個突破。疫情期間雖然講真濟代誌攏受到影響，不過警方的腳步唔捌停過，透過提煉植物研發治療大腎的藥啊，希望會使幫助病患解決問題。記者張君豪新竹報道。體大車拼來看歐洲國家杯腳球比賽，即馬正在進行。去邊濟球迷去看比賽，毋過嘛造成病毒燒嘅風險。英國就發現講，最近2禮拜相關嘅確診病例大約有2000例，所以 WHO 是呼籲主辦社區一定要加強防疫措施。英格蘭球迷大最近唱歌慶祝晉級4強，歐洲國家杯腳球賽最後4強出啊！不過，真濟球迷佇咧球場酒吧規定做伙看球，真濟國家嘅確診人數攏增加。數據來，衛生當局統計，最近2禮拜甲歐國杯有關嘅確診人數要到2000人。WHO 希望主辦城市做好防疫措施。What we need to look at is around the stadia. How are people getting there? Are they travelling in large, crowded convoys of buses? Are they taking individual measures when they're doing that? What's happening after the games when people leave the stadiums? Are they going into crowded bars and pubs to watch the matches? 而且所落來4強甲決賽攏會開放台灣球迷入場。德國內政部長就批評歐洲聯這項決策無負責任。一若閉門進行嘅美洲杯腳球賽，也到4強嘅階段，腳球名星梅西帶隊嘅阿根廷3-0打敗厄瓜多，踢入去4強。梅西單場2變助攻，互隊友破門，家己一個下半場上停補時間也踢入去1球，離伊個人第一組國家隊冠軍只敢差2勝。從個人紀錄嘅也個網球選手費德勒，伊佇溫布頓網球公開賽3-2打敗英國嘅選手，是伊個人第1250勝，也是第18遍拍入去溫網16強，史上上最。Third big shift defensively. Let's take a ride with another show. 日本籍投手大谷翔平發揮伊長程嘅炮火，一場雙響炮是大聯盟這季第1位30本。今日はすごいいっぱいファンの人が帰ってもらって、すごい気分よく打席に入れたので、そのおかげかなと思います。大谷第6個攻出13支轟人，摕到美國聯盟當嘅 MVP， 不過加長江比賽對照上演2變4歹球補上。
伫咧电竞场，选手联赛奥斯陆站男子400公尺跨栏，挪威25岁选手沃霍尔以46秒70的成绩摕到金牌，也拍破已经29档由美国选手杨根保持的世界纪录。沃霍尔讲会当伫咧家己的故乡拍破纪录，诚赞。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世界各国积极咧注意风险，嘛豆豆啊戒毒封锁。有诶，自本店厝来上班诶，拢转去办公室食头路做事啦。毋过因为疫情诶关系，公司有做一寡改变，有一寡改变设计拢无共啊。亲像是公司诶航路会变较快，办公桌啊会离较远，保持社交距离，嘛保护员工诶健康。伫咧办公厅内面有一个正大地桌啊，边仔菜4块椅啊。美国的密西根这间办公家具公司 Steelcase 对办公室做大幅度的改造，规矩个人独立的空间改做开放式的长桌啊，员工会当伫咧遮交谈，伫大空间做阵工作。But now it's a matter of being more flexible. It's a matter of having a space that can link somebody in who might still be at home. For various reasons. 调查显示，全世界有一半的企业打算重新设计办公厅的空间，唔但航路变快，办公桌啊变少，也要改善空气流通系统，增加会议室，互伫咧远距工作的员工也当参加公司的会议。表示伫咧后疫情时代，针对头家已经会当接受甲病毒共存，进行工作空间的改革。There are things that worked. Everything didn't fail when we left the office. Now, was everything perfect when we were in the office? No. And so this is a moment where we can reflect on, okay, what was working well? 除了所在国家开放，业者也体谅有一寡员工，因为国家工作一年了，注重温书，所以增加真侪用玻璃计件的个人工作室，互员工自由利用。Steelcase 认为，这么真侪企业受疫情影响，要重新开始经济活动，拢有人无够的情形。为了要找人，业者拢伫咧做空间的改造，互员工更加愿意踮来。That's no excuse for the office. The office has to step it up a notch so that there's no way you should be able to work more effectively in a home than you could in an office that's designed to support you working. 除了改善工作空间，抑个伫咧疫情时期，工作的时间变做1礼拜4天。抑个有远距工作的新制度，拢伫咧影响每一种行业传统的工作形态。伫后疫情时代甲病毒共存的现况，也成做一种力量，互业者思考安怎改变工作模式，效益会较悬。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辑。镜头来香港，香港历史上较久的交通工具是来回中环回园道甲太平山顶的山顶缆车。伫营运133档了后，为着要增加载客量，所以打算要暂时关半档，要甲系统甲线路拢换新。所以，诚侪香港人就要赶紧去抢坐第5台的尾班车。旅客最后一遍坐缆车，赶紧摕手机翕。香港真有名的观光景点山顶缆車第5台列車6月28正式退役，所落來纜車停半年。第6台列車會喺年底開始服務。都係集體回憶嚟嘅，因為都係香港特色之一咯。纜車嚟講，因為都好多年歷史㗎啦嘛，都見證住香港發展嘅其實。第1台山頂纜車喺1888年啟用。經歷過5代車廂，服務133年，是香港歷史上久的大眾交通工具。坐纜車爬去山頂時陣，會當看到維多利亞港加摩天大樓的風景。這幾年遊客愈來愈多，1989年開始用的第5代酒紅色的纜車已經無法度應付。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就決定要開7億港幣換新系統加路軌。第6台纜車的載客量會自頂一台120人增加到210人。喺咧遊樂場內面有着快樂的回憶，這是香港已經停業的啟德遊樂場的塑像模型，由藝術家李啟明加陳慧基最近創作。除了啟德遊樂場，也有大溪舞火龍、傳統大紅花牌、長洲太平青洲，每一項攏做甲正成，敢若是行入去時間的磅空，等到幾60年前嘅香港。係因為我哋嘅作品令到佢哋懷緬翻佢以前曾經經歷過、生活過嘅事物啊。兩位藝術家心內對囡仔時陣的香港攏真懷念，經由因的骹手為這座快速發展、瞬息萬變的城市，創造香港人專屬的懷舊空間。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輯。
方公司环保界600年奖的高万环境奖，今年有2个女性得奖，一个是日本人，伊拍拼反对火力发电厂；另外一个是波士尼亚的女性，伊招妇女反对水力发电厂要守护河川。互人叫做环保界诺贝尔奖的高万环境奖，公布今年6位得奖者，其中一位是日本人平田仁子，伊建立 NPO 非营利组织，致力反对建设火力发電廠，達到大幅度減少日本的排碳量。でもむしろ増えてるので石炭火力はそういう大きな意味で言うとまだまだこの何ですかねチャレンジというか戦いは勝ちに届かないというか。今年50歲平田自20歲開始接觸環保教育時陣，了解到人類正在危害地球，就對環境問題較興趣。政府の対応にしても企業の対応にしても、今すごく変化の時にはあるけど、やっぱ変化していくことにすごく抵抗感が強い。日本是全世界温室氣體排出國的第6大國，幾多年來加其他環保人士推測減碳活動。有將近一半人生攏貢獻給環保事業，會當講是環保女導師，也是第一位摕到高萬環境獎的日本女性。同款摕到高萬環境獎的環保女導師，一個來自波士尼亞的馬伊達，為了維護伊大村莊的河流的頂樓，建造2個水力發電廠，破壞河流的生態。在過去503天，帶村內婦女24點鐘去輪班修一個克魯西卡河的源頭，維護工程車入去動工。Ova nagrada nam je podstrek da nastavimo svoju borbu u odbrani ove prelijepe rijeke. 這場環保戰爭自2018年12月開始，一直到建設許可證過期被撤銷。雖然地方政府講其水力發電廠是永續發展的目標之一，不過這個地區大規模發展的小型的水力發電廠已經有400多個，也嚴重破壞當地水域的自然生態。公視新聞陳思東報道。天氣報你知，來關心目前伫海面上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有可能伫今仔日會變風颱。若是變風颱，就會隨發布海上風颱警報。伫花蓮、台東、恆春半島愛細日上大雨，雨勢愈換會愈明顯。今仔日伫西半部，同款是高溫燒熱的天氣，鄉親愛加啉水，唔通著沙。做伙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26度，上懸35度；中部的溫度上低26度，上懸33度；南部的溫度上低25度，上懸34度；東部的溫度上低25度，上懸32度。外島是25度至33度。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公視第幾台早起新聞，祝鄉親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